空氣衛兵迄下，大港國家公園範圍海域的城西掩埋場，溝仔的水質是烏的，有議員參選人接到漁民用快篩送 SGS 檢驗的結果，顯示水中阿摩尼亞超標20倍，亞硝酸更超標10倍，恐驚影響用水業。掩埋場下雨天就直接整個裡面沖了垃圾，沖了飛灰，直接從斜坡灌進這裡來。這個潮汐溝，你的水根本沒有抽，沒有處理過，就往海邊走。就是要讓社會大眾有這個權利，明白我們城西社區這些掩埋場，它排出來會污水造成我們養殖用水的困難。針對這一，環保局澄清，污水並不是分化落廢水，是經過處理過的掩埋場san出水，排出來時陣是清氣的三級清水。化驗結果也顯示，咖啡色的水體是落來葉仔等自然因素所造成，並不是因為異常排放。你要攻擊這，你要有事實。我所有東西，我用科學的方式跟各位說明。氨氮就是因為有機物分解產生，硝酸鹽會造成，如果跟磷反應那個適當的量的時候，它會長很多藻類。我跟你強調，處理廠出來的水就是這樣。市府先依照地方訴求，先甲相關排水路封條的循環收集甲處理廢水，為着釐清污水來源，16號將安排現勘，後續也將邀集專家學者以及相關單位共同研議改善方案，以專業評估為依據，確保環境安全以及用水產業權益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